下的彩虹。喺我哋節目當中咧，大家都記得咧，姜怡廣醫生咧，除咗同我哋講醫學常識之餘咧，佢咧都幫我哋講下歷史嘅喎。佢曾經提過咧，就係一個人物好早期咧，就係去美國留學，而且佢係第一個耶魯大學畢業嘅中國人。佢好威水嘅，佢亦翻到中國之後咧，就係嚟到去送咗好多中國平均12歲嘅學生去美國留學嘅。咁呢個人物咁巴閉咧，咁啊當然要讓大家認識下啦。咁啊今日咧，阿喬再請阿姜怡廣醫生咧，就幫我哋講下容閎呢位人物。姜醫生你好。阿喬你好，空氣中嘅朋友大家好。嗱，姜醫生咧，你都好中意睇歷史嘅喎。係啊，因為年紀大咗啊嘛。呢個同年紀無關嘅，其實。不過歷史係好得意嘅嘢。以前讀書咧，我係唔覺得係咁得意，因為以前歷史咧就係要背，要背年份，要背事件，有邊年發生咩事，邊年發生咩事，人哋考試都係問你邊一年發生咩事，咁所以咧就好枯燥嘅。但係而家我睇歷史咧就覺得過癮好多，得意好多啦。因為我哋以前讀書咧，讀歷史咧係為咗考試嘅啫。好多時咧考完試之後咧，尤其是中國歷史嚇，考完試之後咧好快我就唔記得㗎。就好似你話齋啦，而家我哋翻轉頭睇中國歷史咧，咁啊嗰個味道又好唔同啦。因為以前我哋讀歷史咧，好多時候好似直線咁樣發生嘅，即係一個朝代完咗一個朝代，係咪？唐虞夏商周。跟住就有春秋戰國秦，秦之後有漢，漢然後跟住有三國，三國然後就晉歸司馬炎啦。咁就魏晉南北朝，南北朝之後咧就有隋唐咯，然後跟住五代咯，然後跟住咧宋元明清民國咁樣落，好似係直線嘅。但係我發覺咧，其實歷史當中咧，其實係千絲萬縷嘅，好多分支啊，好多唔同嘅因素啊，其實去產生我哋所講嘅歷史。而我哋讀歷史嘅時候咧，先生就教我哋嗱，喺芸芸嘅事件發生咧當中咧，我哋淨係話嗱呢一條線啊，嗱呢一條線你就要記住啦，讀呢一條直線咁樣去，咁然後要記年份就好苦悶嘅。不過咧，我而家咧睇歷史咧個角度又唔同啦。往往咧就我會睇呢件事實，然後跟住咧我睇下，嘿當時係咩嘅時代背景係點啊？喺呢一度啊有啲咩其他嘅因素啊？然後慢慢組織嘅話咧，發覺原來係咁嘅。當時點解會發生啲咁嘅事咧？原來有咁多嘅因素影響住。因為咧好似阿姜醫生你話齋咧，讀歷史嘅時候，如果你留心嘅話咧，歷史當中咧，其實都錯綜複雜啦，裡面縱橫交錯啊，咁你好多嘅元素引起好多唔同嘅事件發生，然之後咧勝者為王又敗者為寇啦，咁一個朝代有一個朝代去更換，好多時改朝換代咧，有陣時咧就係因為父子相殘啦、奪位啦，或者係外侵啦，有陣時我哋又唔係咁單純睇因為甲元素、乙元素，所以令到個朝代換咗，有陣時可能又唔係咁噶喎。係啊，有好多原因喺裏面，你就算係做一個皇帝。你自細有啲咩人喺你身邊，就已經完全影響晒你嗰個思維噶啦。你身邊淨係啲太監嚟嘅，冇朋友嘅，又或者咧，你身邊咧就係你嗰個老師嘅。你細個個時候就同啲太監一齊玩，大咗咧就開始個老師就影響你大，所以有好多嘅問題。咁當然啦，當你細個嘅時候，阿媽就係叫皇太后啦，皇太后又用人就為親噶啦，咁然後跟住個舅父又當朝啦，咁外戚啊、宦官啊、老師啊，有呢啲咁嘅因素，咁你就衍生咗好多嘅宮廷裏面嗰啲嘅問題啦。不過大家而家都好熟呢一啲嘢噶啦，一講到宮闈裏面嗰啲嘅鬥爭嘅話，大家比我仲熟書啊。因為好多電視劇都會拍過嗰啲內容啊嘛。係啦。咁其實咧，姜醫生你上次講到一個容閎呢個人物啦，咁我哋大家都知道佢係清末嘅時候嗰個人物啦。喺歷史記載咧，佢係去咗美國讀書啦。喺節目當中，你啲輕輕提過咧，就係因為佢係喺中國嘅時候幫一個宣教士，因為個宣教士係外國人啊嘛，咁所以咧阿容閎咧就喺佢身上學咗啲英文，所以佢去美國讀書嗰陣時咧就比較語言上冇咁大阻礙啦。冇錯，呢個原來咧，我哋又跳咗好多噶啦。講容閎呢個人咧，其實我讀書嘅時候，我淨係記得一句就係話清朝嘅時候第一個喺美國大學畢業生翻嚟
我嗰陣時已經直覺咧就係話啊，呢個人梗係讀書好叻啦，梗係唔錯啦，家境唔錯啦，又或者咧佢係個狀元啦啊，然後政府然後公費供過去讀書啦，咁嗰陣時想當然就係咁。然後後嚟咧我又聽到有一本書啊，叫做《西學東漸記》。講呢本書嘅時候，差唔多又係維新運動。我亦直覺咧，以為咧，梗係梁啟超寫嘅，去完外國翻嚟，然後跟住就叫我哋鼓吹呢個維新運動。點知原來我全部都錯晒。原來呢個容雲呢，出身好貧寒嘅，《西學東漸記》呢個書原來係容雲作嘅，英文咧就係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。喺網上面有嘅，係因為已經過晒專利啊，咁你隨時有得 download，即係英文啊，所以屋企裏面嘅小朋友可以睇嘅嚇。咁呢本書就係講咧，佢去完美國之後翻嚟中國50年之後先寫佢嘅回憶錄嚟嘅。即係佢唔係即刻讀完書翻去就寫下話我係美國嘅威水史。冇，佢因為出版嗰本書咧係1909年。咁佢去美國係1847年，翻嚟係1854年，所以係啱啱55年之後佢先寫呢個回憶錄，而呢個回憶錄係英文書嚟嘅，後嚟呢先至有中文版叫做《西學東漸記》。我發覺呢個人好得意啊！呢個人好特別，完全咧打破晒我固有嘅諗法。因為以前不嬲讀書都係話你派出國嘅話，一定係你考試好叻嗰啲人先可以派得出國，攞到獎學金先可以去噶嘛嚇。但係呢一個人原來就唔係嘅。咁我以為梗係名門望族啊，咁啲人啲先可以派到出去啊，或者係科舉出身啊，咁完全都唔係嗰回事。咁啊，居醫生頭先你提到咧科舉出身啦，咁啊容閎出去外國讀書，如果佢讀完翻嚟咧，當時嘅清朝政府會當佢係乜嘢嘅學歷咧？嗰陣時中國都未人有話咩叫大學畢業噶噃。係啊，嗰度冇噶。係啦，只有咩科舉制度啊、狀元啊、進士啊、秀才嗰啲咁啫嘛。係啦，嗰陣時我諗係冇人知道究竟乜嘢嚟嘅。佢話攞咗個文學士學位啊 Bachelor of Arts， 咁你攞咗咁嘅學位，咁就點啫？咁佢又冇讀過私塾嚇，又唔係科舉鄉試，然後中秀才，然後舉人，然後進士，然後入翰林，然後太學士，佢又唔係行呢條路嘅。咁佢點咧？佢讀完書翻嚟點咧？咁呢個就係我哋要講個故仔啦。如果我係阿容閎嘅媽，我就會問啦：阿仔，你去完美國讀咗幾年之後翻嚟，究竟有冇用㗎？揾唔揾到錢啊？咁呢本書度又有交代呢樣嘢，因為其實阿容閎佢寫呢個嘅時候，一開手就係講呢個問題。佢自己話咧，當時個個人都係讀私塾噶啦，如果要出人頭地都係科舉噶啦。點解我阿爸要我走去跟個傳教士學英文呢？所以其實佢自己都唔知個答案。但係咧，原來咧佢細個嘅時候咧，佢住喺香山縣啦，咁就好近澳門啦。佢7歲嘅時候咧，佢爸爸咧就帶佢去一間傳教士開嘅學校。其實嗰個係女子嘅學校嚟嘅，係郭士立夫人佢辦嘅，俾女仔讀書嘅。不過咧，佢哋好細個啊，俾你讀埋啦咁樣。咁呢個郭士立夫人咧，其實我哋香港人咧應該都會好熟嘅，因為呢個郭士立咧，另外一個翻譯咧就係吉士笠。香港中環有個吉士笠街，原來咧呢個吉士笠咧係一個傳教士。嗰陣時咧，我哋第一任嘅港督咧就叫做 Portinger， 係砵甸乍。我哋講砵甸乍啦，大家都知砵甸乍街。咁佢嘅中文秘書叫做虎華道。咁呢個吉士笠夫人咧就開辦呢個學校啦。但係咧冇幾耐咧，就係1840年啦。1840年發生咩事咧？就係第一次鴉片戰爭。鴉片戰爭嘅話咧，咁咧郭士笠夫人咧就要避開戰亂啦，咁就離開咗澳門。離開咗澳門嘅時候咧，咁啊本來讀下書嘅容閎啦，佢12歲嘅時候咧，咁佢就冇書讀啦。咁啊嗰一年咧，佢爸爸又過咗身，所以容閎嗰一家咧嗰一年係好慘嘅。我喺本書度介紹佢就係好窮啦，買過糖果啦，又10歲啊。
十歲啊，係一個好文雅嘅字。即係喺田間執人哋收割剩落嚟嘅嘢。係啦，呢啲穀物。如果大家以前讀小學課本咧，法國嘅名畫家米勒好窮咧，就係執啲樹枝啊，然後好辛苦啊買顏料啊，然後學成變成一個大畫家。佢呢個大畫家有一個名畫咧，叫做《十歲圖》，就係三個女人咁樣嚟到彎低心嚟到執呢啲嘢。聖經裏面咧有一本書叫做《路德記》，路德咧，因為嗰陣時好窮啊嘛，佢就係去呢啲田間嗰度10歲。好似一種習俗嚟喎。嗰陣時嚟講，即係話咧，有錢嘅人佢去收割嘅時候咧，有啲水跌咗落地下咧，佢就唔會執翻嘅，係留翻一啲俾啲窮人嚟到執嚟到維生嘅。係啦，呢個聖經裏面記載嗰啲係幾千年前嘅事啦，係咪？所以又係中東嗰陣時嘅文化啦。咁法國畫家叫做米勒，佢畫嗰幅畫，咁呢個係法國歐洲嘅文化，有啲咁嘅嘢。喺中國容雲自己嘅記載咧，就話佢嗰陣時喺田間又係10歲。所以呢一個都可以算係一種另外一類嘅文化咧，係保障有啲窮人嘅生活。咁佢可以唔需要執晒啫，係咪？咁所以容雲記載咗佢10個歲。咁然後咧，佢又有個趣事嘅，就係咧，當佢喺度10歲嘅時候咧，咁佢家姐咧就咁樣同禾場嗰啲工人講：我個細佬好叻㗎，佢讀過英文㗎咁樣。英文啊，係我哋想知道點樣㗎？呢個容雲咧就教啦。A B C 咁樣講嘅時候咧，幾得意喎！你識得啲番鬼話喎嚇，咁然後咧就俾阿容雲咧可以攞多紮啲穀物啊翻屋企。喺呢個時候裏面咧，容雲佢開始諗：哎呀，啲英文有咩用咧？你話又唔知道下一步會點嘅喎，佢突然間就冇書讀啦嘛，係咪？咁後嚟咧有一日咧，有個醫生。嗰個醫生咧，原來咧係葛士納夫人嘅朋友嚟嘅 Dr. Hobson。Dr. Hobson 咧嚟揾佢，佢話佢要揾翻以前葛士納夫人嗰啲嘅學生，咁咧幫佢照顧下呢啲學生咁樣。Dr. Hobson 咧做醫生啊嘛，咁就需要有啲人咧幫佢執頭執尾啊，記下帳啊，因為佢講英文啊嘛。咁容雲咧就開始可以做翻一啲幫 Dr. Hobson 嘅工。咁因為容雲嗰陣時12歲，呢幾年裏面咧，佢又識得英文啊，又可以幫啲教堂嗰啲人咧做記帳啊咁樣。發覺佢啲英文都得嘅。後嚟發生一件事咧，就係 Dr. Hobson 話：既然你咁叻，不如再讀翻書啦咁樣。咁去邊度讀咧？咁原來咧咁啱嗰陣時咧，就係嗰個叫做馬禮遜學校，因為呢個鴉片戰爭嘅關係，香港割讓咗俾英國，咁然後咧嗰個馬禮遜學校咧搬咗嚟澳門，然後後嚟咧搬咗去香港，咁所以咧嗰個 Dr. Hobson 咧介紹佢去讀呢個馬禮遜學校，後嚟就去咗香港啦。讀下咧，我就覺得好過癮嘅地方咧，就係話呢樣嘢咧，原來咧同我息息相關嘅喎，原來嗰啲地址我識嘅喎。嗰個馬禮遜學校喺個山上面，叫做 Morrison Hill， 摩利神山就係摩利神山啦。由嗰度咧就再發展落去啦。咁咧呢個容雲咧喺嗰度讀書啦，好開心啦。上晝啊讀英文啊，用其他嘅科目啊，下晝啊讀中文啊咁樣。咁然後有一日佢個老師咧，嗰個老師叫做 Reverend Brown， 就係布朗牧師。咁咧就病啦，佢病咧就要翻去美國。臨走咧，佢就想話，不如我帶幾個學生一齊翻美國。咁有邊個人想去啊？咁嗰班裏面得幾個學生舉手，其中就係容雲啦。一個叫做黃勝，一個叫黃歡。黃勝黃歡咧係兩兄弟。容雲咧就係咁樣去美國嘅。另外一個問題就係，喂，佢媽媽俾唔俾啊？放唔放心啊？咁樣啦，係啦。咁嗰個時代，作為一個媽媽，阿喬莉啦，作為一個媽媽，嗰個時代外國係乜嘢你都唔知啦，係咪？係你會點樣決定啊？如果我係當時阿容雲嘅媽媽，我就會問容雲啦，你要去嘅目的係乜嘢呢？因為嗰個年代去到美國讀書讀啲乜嘢呢？因為喺中國就詩詞歌賦，你又可以考狀元啫。去到外國，你讀完之後翻嚟中國有冇用㗎？我就會問呢個問題咯。
係咯，呢個好實在嘅問題，中國人係最實用噶啦，係咪？仲要問下個仔啊，你讀完之後會唔會翻嚟啊？因為會留咗喺美國，唔再翻中國啊？我諗嗰陣時代，可能佢媽媽都未必知道究竟美國有幾遠，淨係知道喺外面啫。我諗連容雲可能都唔知道究竟有幾遠。嗱，而家講咧，容雲咧嗰個時候咧係1847年啦嚇，佢1828年出世嘅，所以佢差唔多19歲啦嚇。咁咧嗰陣時佢做呢個咁嘅決定，咁佢就去啦。咁不過佢又唔係一個人嘅，佢有幾個同學仔一齊去啦嚇。咁啊，黃歡同埋黃勝3個人去啦。咁呢3個人係咪都係跟住嗰個牧師一齊去咧？係啊，佢哋3個人一齊去。容雲呢，後嚟呢就讀耶魯大學，跟住喺1854年翻嚟中國，咁呢成為第一個喺美國畢業嘅中國人。咁黃氏兄弟呢？黃勝同埋黃歡呢？黃勝呢大概去咗美國1年左右呢，咁佢就病咗，咁要提早翻嚟。咁之後呢，佢嘅另外一條路呢又係好精彩嘅。黃勝後嚟係做咗東華醫院總理啊，即係其實咧係咁嘅。佢翻嚟之後，佢識得啲英文啊嘛，就幫人做好多翻譯嘅工作啦，亦幫當時有一個叫做李雅各牧師。呢個李雅各咧係一個好叻嘅漢學家嚟嘅，咁咧幫佢一齊翻譯呢個四書五經啊咁樣。咁咧黃勝又辦報啦，係香港差唔多第一代嘅商家。咁當時喺東華醫院嘅時候呢，佢係差唔多係即係元老嚟噶啦。呢個黃勝第一個中國人喺香港被委任為太平紳士。咁呢，佢係第2個非官守嘅立法局啦嚇，嗰陣時叫定例局嘅非官守議員。第一個嘅華人非官守議員呢，就係叫做伍廷芳，咁係另外一個名人啦。咁呢個黃勝呢，後嚟同容雲都仍然都係有聯絡嘅。當容雲要帶啲清朝嘅細路去美國嘅時候呢，黃勝有份幫手嘅，佢係第2批嘅學童一齊去幫佢。所以黃勝雖然係離開咗美國，提早就翻嚟香港，但係佢個成就一啲都唔簡單。而同時呢，佢亦都同容雲呢係保持一個幾密切嘅關係，喺香港係一個歷史人物噶啦。咁即係話咧，黃勝咧只不過去咗美國逗留咗1年，咁因為因病就翻咗嚟啦。咁容雲啦，容雲佢一去到嗰時，佢唔會話馬上就讀大學㗎。係啊，唔係㗎，佢嗰陣時係先讀中學，然後你讀書叻，成績好，然後先至可以入到耶魯㗎嘛。咁所以容雲都好唔簡單㗎。咁當然啦，今時今日我哋入耶魯都唔簡單啦。係啦，冇錯。咁所以而家耶魯中國學生嘅話，要叫容雲係師兄㗎。咁另外第3個嗰個人叫做黃歡喎。黃歡呢一個咧，亦都係好顯赫。咁佢喺美國讀完中學，佢後嚟教會嚟嘅資助呢，就去咗英國嘅阿巴甸大學讀書。咁後嚟仲讀埋醫科添。所以呢個人後嚟翻嚟，佢係遲過容雲翻嚟嘅，因為佢讀咗大學之後，仲有讀醫科啊嘛嚇。而且佢又轉咗去英國讀呢。係啦，仲要英國嚇。咁佢係1857年先翻嚟中國。咁容雲係54年啊嘛，係咪？佢遲佢幾年，佢呢都有幾個第一㗎。佢係第一個西醫啦，中國嘅，第一個喺歐洲畢業嘅中國人。當時呢幾個小伙子啦嚇，佢哋去到美國翻嚟之後，其實個個都係有翻咁上下㗎。相比之下，黃歡係比較壽命短啲喎，未夠50歲就過身咯。我諗佢係咪因為接觸啲病人多啊？記住嗰陣時嘅醫生其實係要接觸好多個病人，好多個病人係有傳染病嘅。我唔知道啦嚇，但係無論點都好，佢個成就真係係毋庸置疑噶啦。係。天空下的彩虹。天空下的彩虹。
嗱，姜醫生容雲咧，即係1847年去到美國讀書啊，咁跟住1854年就畢業翻嚟啦。咁當時喺中國就發生啲咩事，同埋咧喺歐洲嗰陣時19世紀初葉又有啲咩事發生呢？冇錯，呢個就係我所講呢，就係話由一個容雲身上面，我然後點擊，然後睇下呢個世界嗰陣時係點樣嚇。咁大家知道下容雲嗰個時代嚇，佢係咩人？我哋而家喺網上面睇個相呢，好似孫中山咁留住個鬍鬚，着住西裝咁噶嘛，覺得好現代。其實原來佢一啲都唔現代。佢後嚟翻咗嚟中國之後，然後慢慢做官，佢啲上司啊、下屬啊，全部都係科舉出身嘅。嗰陣時佢個上司一個叫曾國藩，咁呢嗰陣時殲滅義和團就居功至偉啦嚇，係叫做晚清4大名臣之一。曾國藩呢係1811年出世，就大佢10幾年。李鴻章大家又耳熟能詳啊！呢個李鴻章有一個好出名嘅外交官啦，差唔多所有嘅不平等條約都係佢簽噶啦。咁又係晚清4大名臣之一。咁佢呢曾經去過美國嘅，不過佢去美國嘅時候呢係遲過容雲50年度啦。佢係1896年先去。咁呢李鴻章呢就係1823年，係大過容雲5年度嘅啫。咁另外一個將領叫張之洞。呢個又係好顯赫嘅人啦嚇，佢呢細過容雲10年度啦。大家亦都可能聽過康有為啊、梁啟超啊、孫中山啊，都係容雲嘅晚輩。康有為係細過容雲30年，孫中山呢係細過容雲呢差唔多40年。原來容雲呢其實真係好早期，嗰陣時候係鴉片戰爭完咗冇幾耐，然後佢開始出身可以去美國。咁嗰個時代歐洲係點呢？咁樣嗰陣時係有火車啦，以前都提過咧，瓦特啦發明蒸汽機啦，然後呢個蒸汽機慢慢就轉變成一啲工廠嘅機器啦，然後咧蒸汽機又變成火車頭啦，輪船啦。但係1840年嗰陣時仲有未有電燈膽㗎喎？嗰陣時愛迪生都未出世，居里夫人啊，咩 X 光啊嗰啲，我哋完全唔知咩叫細菌，我哋又唔知。我哋知道咩叫傳染病，因為黑死病啊嗰啲我哋知道，但係我唔知道呢啲黑死病原來係細菌傳染嘅。有啲人就話中邪、中風或者係啲壞嘅空氣傳染。其實嗰個時代係一個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好落後嘅時代嚟嘅。好啦，歐洲裏面我哋大家聽過販賣黑奴啦。以前有一套戲叫做 Root 根係嘛？嗰陣時啲販賣黑奴係去非洲嗰度捉人，好似當佢係動物咁捉去販賣噶嘛。呢啲咁殘酷嘅情況，後嚟咧影響咗有一個牧師叫做 John Newton 啦。我講約翰牛頓嘅話冇人識，但係如果我講一首歌叫做 Amazing Grace。我話呢首係名曲嚟噶啦，係啦，個個人都知啦。John Newton 呢就係呢個 Amazing Grace 嘅作者，佢翻到去英國，佢話一定要廢除呢個黑奴嘅 abolish 呢個 Negro Trade。嗰陣時有一個議員叫做 William Wilberforce，咁呢個 Wilberforce 咧就係同佢一齊嚟到國會嗰度去辯論，到最後1833年就廢除黑奴。1833年即係話鴉片戰爭之前7年嘅時候廢除咗啦。呢個係英國廢除咗噃。係啊，咁所以其他國家仲有㗎。大家記得美國打內戰啦，我哋叫做南北戰啦。點解有南北戰呢？就係南方呢就話我哋要有呢個奴隸制度。其實我哋對啲奴隸都好好嘅，你唔好咁樣詆毀我哋。其實冇乜問題嘅。咁但係北方就話一定要廢除。咁然後跟住就南北內戰啦。咁就係1861年。即係話喺英國廢除咗呢個 Negro Trade 之後，30年美國然後先解放黑奴。咁呢樣嘢就係嗰個事情嘅背景。有時又諗下，幾得意喎！容雲就去美國讀書啊，係咪第一個去啊？會唔會有啲中國人都仲早過去啊？原來咧，我哋講容雲係第一咧，係因為佢係喺嗰度讀大學畢業翻嚟就第一啫。其實喺嗰個時候嘅話咧，原來開始咧有好多中國人咧都去美國喎。嗰啲叫賣豬仔去㗎，唔係去讀書㗎，姜醫生。係啦，冇錯。咁原來咧嗰陣時又有呢啲悲慘嘅歷史啦，係嘛？我細心睇翻嘅話，嗰陣時有義和團咧。然後又有好多饑荒啊，咁所以有好多人呢去外面呢係謀生，咁賣豬仔亦都要去豬仔館嗰度簽紙啊咁樣。
點解我哋講頭先話廢除黑奴咧？其實另外一個原因就係點解要咁多中國人去周圍地方嗰度打工呢？就係因為本來啲工係黑人做嘅工冇晒啦，冇黑人嚟啦，咁樣然後呢，佢就需要其他嘅人力，有啲去南洋啊，有啲中國人呢係去古巴啊，去秘魯啊，去美國。咁當時美國呢，嗰陣時亦都係發生咗好大嘅變化。美國如果大家記得嘅話，當初開始嘅時候係喺歐洲有啲人坐船嚟美國噶嘛。大家可能都聽過一個叫做5月花號啦，叫做 Mayflower 啦。咁咧去到美國東部有一個地方叫 Plymouth， 喺嗰度咧上岸嘅。咁呢個5月花號，咁所以美國嘅立國咧由頭到尾都係東岸嘅。1776年美國要獨立嘅話，主要喺東岸嗰度打嘅。咁呢度係東岸啫，咁德州啊、加州啊嗰啲係幾時歸入去美國噶？原來呢，喺1840幾年嘅時候呢，德州呢就加入美國，然後呢，美國同墨西哥打仗打贏咗，然後後嚟加州又歸入咗美國。咁差唔多係1840幾年嘅時候呢，有人發現有金礦，掘金，所以呢，呢個就引起咗好大嘅人口遷移啦。嗰陣時東部好多人又走去加州，然後咧海外又好多人去加州。嗰陣時三藩市叫做舊金山，好多人咧就去三藩市嗰度掘金。咁我相信呢，嗰陣時係有啲人真係掘到金嘅。如果唔係咧，點會吸引到咁多人會去嗰度啦？應該係，因為我都去過三藩市，有啲 museum 咧睇到有當時嗰啲礦工嘅工服啦、工具啦，同埋佢哋當時掘到嗰啲石頭裏面有金啦。係啦，所以容雲喺呢一頭去美國東岸、西岸咧開始有好多中國人嚟到啦。咁呢度有啲幾得意嘅數據㗎。喺19世紀1850年嘅時候咧，洛杉磯咧只有2個中國人嘅啫。咁咧大部分中國人咧係喺三藩市啦嚇。咁1852年咧統計咧，美國咧全國咧有2萬個中國人啦。咁大部分咧都係喺加州。咁其中有冇女士咧？17個。咁少女士㗎咋？係啊，所以呢啲金三亞伯要翻去娶老婆。然後咧就1861年到1865年咧就打內戰。嗰陣時咧統計過咧，美國打內戰咧有啲中國人喺裏面㗎喎，有啲係幫北方，有啲係幫南方，都有50個中國人。咁然後到1870年19世紀時候開始排華嘅。咁到1880年嘅時候統計咧，美國咧大概有10萬個中國人。而大部分都係加州，所以中國人咧其實嗰陣時過嚟咧，全部都係坐船咁就嚟西岸噶，好少喺東岸。所以容雲去東岸嘅話，其實就係好少數。嗰度地方係好少見到中國人。即係換句話嚟講咧，去東岸嘅中國人咧，大部分都係讀書多嘅。嚟西岸嘅中國人咧就係打工多嘅。係啦，後嚟即係容雲去咗之後，然後20幾年之後，佢帶一批嘅學生過去咧，都係去東岸。去東岸嗰個叫做 Hartford， 喺 Connecticut 嗰度。咁然後咧就嗰啲幼童計劃咧就係喺東岸。咁其實諗翻轉頭啊，點解容雲唔係去西岸呢？西岸好似快啲嘅噃，係咪？由中國去西岸。嗰個布朗牧師要帶佢去美國，點解佢唔行西岸線呢？原來嗰陣時，你即使去到西岸，如果你返學係喺東岸嘅話，你就要穿州過省，過成個美國大陸。嗰陣時仲未起鐵路㗎。你唔好話起鐵路啦，而家我哋喺加州去東岸都要搭成6個鐘頭飛機啦。係，就算而家搭飛機，你都唔可以日日返學咁樣搭飛機去噶嘛。所以佢唔係去西岸噶。容雲嗰陣時嚟美國唔係話最直接啊，過咗個太平洋咪搞掂咯，係咪？唔係噶，因為佢冇辦法由西岸去東岸，因為由西岸去東岸嘅話呢，要經過美國嘅大陸嗰度呢，你要穿州過省。嗰陣時係從來冇人係咁樣方向行嘅，因為咧只有由東部嘅人去開拓邊疆、開拓西部，咁咧由東部，然後開始嘅第一站多數咧就喺聖路易，通常係一紮嘅馬車一齊，我哋去加州啊，你哋去唔去啊？一齊去啦，咁樣一齊坐住馬車，跟住以前人行過嘅路。
有時有河，所以要間過個河。咁嗰陣時就冇雪櫃冇 ice chest 嘅，咁食啲咩嘢咧？最多俾你就有煙肉啦，係咪？咁食下就冇噶啦。咁你就沿途要打獵，夜晚黑就瞓街睇星，幾浪漫啊！咁但係中途有病咧，咁點算咧？嗱，嗰架馬車個轆爛咗，咁點算咧？如果突然間要生 BB，點算咧？沿途經過嗰個美國嘅大陸地方咧，有好多個氣候變化㗎。通常就係朝頭早天氣，下晝就落大雨，嗱嗱聲。有時天氣好差嘅時候會有龍捲風。咁然後咧，你又要校到啱日子咧，就係扮過嗰個山嘅時候，嗱，因為西部原來有一座山就叫 Sierra Nevada，咁嗰個高山嘅要扮過去，然後先至落到去西岸嘅平原。如果咁啱你遲咗去起程嘅話，去到嗰度落大雪嘅話，你就困喺個山度，咁就凶多吉少噶啦。原來呢條路咧，由聖 Louis 去加州呢條路咧，佢哋咧叫做 Oregon Trail。Oregon Trail 咧就係去俄勒岡州。佢哋要行呢一條路去俄勒岡州，然後喺沿岸咧就行落嚟去加州嘅。咁但係點解唔直接去有個 California Trail 咧？原來 California Trail 咧有時就好牙煙嘅，因為你可能行咗去沙漠。咁嗰度我哋有個叫死亡谷啦，係咪？係啦 Death Valley 啦。所以嗰陣時用運並唔係咁樣去㗎。用運去咧真係一個好驚險啦，嗰條路。咁我當初以為哇，去美國好簡單啫嚇，坐條船係去咯，係啦。我諗下原來唔係咁簡單喎，佢唔係去西岸㗎喎，要去東岸，咁點去咧？咁咪應該坐船兜圈去咯。係啦，咁就要兜大圈啊！嗰陣時嗰條路咧就係由喺中國，我唔知係香港定澳門嗰度上船，然後咧要落南洋，南洋經過馬六甲，過咗個印度洋，然後咧就要兜過非洲南端有個叫做好望角，轉一個大彎，然後咧就向翻西北方向行。咁咧，然後經過一個島叫做聖赫勒拿，我喺度補給，然後咧繼續橫跨呢個大西洋，然後先至去到紐約。哇！咁樣嘅行程要唔要3個月時間呢？吓？差唔多啊！你諗下嗰陣時中國人嚟美國嗰種辛苦法啦，我哋而家最多都係搭10零個鐘頭飛機啫，所以唔好抱怨啦，係嘛？係啊，佢嗰陣時係行好遠嘅路啊。咁當然啦，有啲心水清嘅人話：嘿，嗰度咪有個蘇伊士運河，乜使乜行到咁遠啊？不過原來蘇伊士運河仲未起好噃，差唔多起好噶啦。嗰個咧就係1869年先起好。咁容雲第一次去美國咧，蘇伊士運河仲未有，所以一路要行呢條最長嘅路，係1847年嗰陣時去到呢個紐約。天空下的彩虹。天空下的彩虹。嗱，姜醫生，我哋頭先講到咧，就呢個容宏咧，就1847年跟一個宣教士去美國啊。咁嗰陣時佢都19歲，咁喺當時嚟講，紐約有幾大咧？同而家相比，會唔會好大嘅分別咧？嗰陣時1847年嘅紐約，歐洲好多嘅移民都係要經過東岸嘅地方嘅。咁美國嗰陣時工業革命啊，然後跟住有好多嘅工業啊，咁嗰啲嘅大城市啊，或者係製造業發達嘅城市呢，就唔係喺正紐約。紐約係一個港口嚟嘅啫嘛。咁呢好多嘅大城市嘅製造工業嘅地方啊，可能係沿住個河邊。咁紐約嗰陣時咧，根據我自己嗰陣時去查呢啲資料咧，大概有20萬人。咁嗰陣時咧就同倫敦係冇得比嘅。倫敦係超級啦嚇，嗰個係大嘅城市，係大不列顛帝國嘅倫敦，咁啊梗係冇得比啦。咁紐約1847年嗰陣時係未有自由神像嘅噃。自由神像係美國立國100年之後法國送嘅禮物。
1776年美國獨立啊嘛，係18年之後1870幾年先至有嘅啫，嗰個自由神像仲要好多年先至起好。咁所以嗰陣時係個港口。不過呢，當呢個容雲寫呢個回憶錄《西可東漸記》出版嘅時候，1909年紐約呢就有摩天大廈啦。咁當時個摩天大廈有幾高啊？呢個書我冇講啊，另外去查嗰啲資料啦。我就特別去諗啊，嗰陣時美國究竟係點呢？嗰啲摩天大廈有幾高呢？嗰陣時最高個係20層，20層喎，要你行你都幾係。果然佢裏面係有升降機嘅。但係呢，我睇嗰個資料呢，就冇記載呢係點樣發電，係究竟係電梯抑或唔係電梯，抑或係用其他嘅手動啊或者乜嘢？但係嗰陣時係20層高嘅摩天大廈，咁當然啦，而家閒閒聲百幾層㗎啦，係咪？所以我哋所知道呢，1847年嗰陣時嘅美國係咁樣嘅社會，其實係好落後㗎啦。用我哋而家嘅標準嚟講，嗰陣時係冇電㗎，未有電燈嘅。咁呢個容雲咧嚟到紐約，佢要坐船咧去 New Haven。嗱 New Haven 咧，大家可能或者唔係好熟，但係咧 New Haven 咧嗰度有一間好出名嘅大學，叫做耶魯大學。咁咧就坐船由紐約去 New Haven，然後由 New Haven 上岸咧，然後就去翻屋企 East Windsor， 因為布朗牧師就要翻屋企療養啊嘛，休養啊嘛，佢有病嚇。容雲呢幾個小朋友黃勝、黃歡。咁咧，佢哋分開住嘅。咁容雲咧就係同布朗牧師嘅媽媽一齊住，然後咧要幫手做家頭細務噶。咁咧，容雲咧都要俾租噶。書裏面講咧就係話咧，每一個星期咧係1個2毫半，食宿、燈油火蠟包晒喺度。咁咧就係由教會俾錢。你去 support 佢，容雲咧幫佢斬柴啦、執後院啊、花草啊咁樣。容雲咧讀書嘅地方咧叫做 Monson Academy。咁咧離開住嘅地方咧大概係半里路度，每日咧就要來回幾次咁樣。咁容雲咧係好叻仔嘅。咁而家咧仲有啲記錄係點樣叻法？Monson Academy 嗰度有啲佢哋嘅相片啊，同埋佢啲成績啊咁樣。咁佢入大學嗰時候咧，佢係咪仲同緊呢一個牧師嘅媽媽一齊住咧？嗱，佢媽媽住嗰度就係 East Windsor 啊嘛。咁但係咧，大學咧喺耶魯學院嗰陣時叫 Yale College 啊嚇。咁係另外一個地方，所以佢唔可以同佢一齊住噶啦。佢要揾錢啊，讀書個學費啊、生活費啊，佢要自己諗辦法噶啦。咁咧，佢中學畢業之後，佢嗰陣時就要考慮幾樣嘢。第一樣嘢咧就係返中國啊，抑或係繼續讀書。咁佢讀書嘅成績好好啊，個個人都鼓勵你不如讀書啦，讀書啦。咁但係生活費點搞呢？咁就好頭痛。當時有啲教會咧係願意嚟到 support 佢，係支持佢，俾佢讀大學啊咁樣。但係呢，佢有個條件呢，就叫佢你畢咗業之後，你要返中國做傳教士啊。咁嗰陣時，容雲咧已經係信咗耶穌噶啦。喺佢嗰本書嗰度冇講，但係嗰本書後半段有啲嘅嗰陣時，佢哋嘅牧師朋友寫咗一啲嘅後記咧，嗰度咧有提到容雲咧已經信咗耶穌。咁教會 support 支持佢，其實即係佢亦都覺得應該理所當然。事實上係嘅。嗰個黃歡呢，黃歡就係攞咗教會嘅資助咧，就去咗英國，咁就讀阿伯丁大學，然後跟住讀醫科。呢個容雲呢，佢喺呢個階段嘅時候，佢自己考慮，最後拒絕咗教會嘅資助。佢解釋呢有3個原因。第一個原因就係話，如果佢簽咗呢個合約，話要一定要做傳教士呢，佢就會約束咗佢以後返中國之後嘅自主權啊，選擇去做其他嘢。而佢話咁樣係好重要啊，因為呢將來呢，佢要需要有一個彈性嚟到面對呢個清朝將來變幻莫測嘅時局。第二樣嘢咧，覺得咧，我信耶穌，但係唔係一定只有做傳教士先至可以體驗到基督嘅精神。佢自己都幾識諗嘅呢個人，佢又拒絕咗。咁但係後嚟咧，佢有另外一個地方個差會婦女會咧，就答應咧就資助佢，因為咁樣咧就入咗耶魯大學。佢又好叻㗎，佢又好快脆又攞到好多獎啊！呢啲全部都係喺晒校內嘅記錄可以睇得到，喺網上面都可以睇得到。到1854年就畢業，咁就攞咗個文學士就離開，翻嚟中國。佢有記載佢翻嚟嘅經過。
佢咧喺 Connecticut 嘅 Sandy Hook 上船，佢記載咧嗰個船係空嘅，咩都冇。呢個空嘅船咧就差唔多係由沿路咁樣頭先嘅相反方向咁又翻去香港。去到香港嘅時候，個船長有個啟航員嚟到上船啦。嗱，呢度要避開呢度啲石頭要阿容雲翻譯。容雲甩甩咳咳，佢唔識講中文啊！嗰陣時，佢發覺佢啲中文好唔掂，好快脆就要佢學翻啲中文。其實大家如果心水清嘅話，有冇搞錯啊？一條空嘅船喺美國嚟香港，咁啊好燒油費，起碼都運下貨啊。係啦，咁你點樣維皮啊？啲燃料啊？咁我師爺呢，嗰陣時，淨係單方面喺香港喺中國嗰度入貨，然後攞到去美國賣呢，已經維得起啦。即係去香港或者中國嗰程唔需要帶任何嘢啦，唔需要賺嗰筆錢啦。佢就可以咁樣做，即係呢個係因為容雲佢自己咁樣寫啦，我就覺得幾得意。如果係咁嘅話，中國嗰啲貨物真係好 popular 喎。一啲都唔出奇，因為譬如有啲船沉咗呢，咪喺海底度，然後有啲人係撈嗰啲寶物嘅，好多時候發現好多中國嘅瓷器㗎。係啊，咁所以呢，好可能咧，全世界美國地方咧都係好中意呢啲嘢，淨係一程咁嘅貨物呢，佢可能就會賺到好多。當然啦，佢唔係淨係香港度攞，咁而落到去馬六甲又可能又賺一批，又攞一批，然後沿途佢又可以賺到足夠嘅錢去做呢樣嘢。咁所以呢個係幾得意嘅。嗱，講翻容雲啦，翻到屋企，阿媽一定問仔啊，你去咗8年咁耐，讀咗啲咩嘢翻嚟啊？冇錯啦。咁點樣解釋咧？文學士喺個書嗰度咧，阿容雲咧就係講話，我係攞咗個秀才翻嚟，可以賺到幾多錢啊？阿媽就問，唔係用錢嚟去計嘅，即係容雲就係咁樣解釋俾媽媽聽啦嚇。咁另外一個古仔好笑咧，就係容雲咧嗰陣時喺美國啦，住咗咁多年，嗰條辮就冇剪。哦，仲留咗條辮，因為佢知道要翻嚟。咁咧，但係咧嗰啲二撇雞，佢留咗鬚啦。留咗鬚嘅話咧，阿媽見到梗係唔高興啦，因為你都未結婚，點可以留鬚噶？唔准留鬚，咁咪睇咗啦。頭先你話啦，佢已經中文唔流利啦，佢翻到中國，使唔使再重新補習學下中文啊？佢有講啊，佢話要學翻中文。嗱，要記住嗰陣時嘅中文唔係我哋而家嘅白話文啊。嗱，你可能係廣東話一件事啊，但係你如果書信來往係要寫文言文嘅，所以嗰陣時嘅英國啊、美國啊嗰啲個所謂嘅漢學家呢，即係啲外國人嚟學中文，佢哋學文言文㗎。咁所以嘅白話可以講啦，同阿媽講嘢應該都慢慢就好快上手，但係佢要學正式嘅中文要文言文寫嘅，因為佢唔係科舉出身。我諗四書五經佢唔係讀好多㗎啫。所以佢要翻譯嘅話，我諗有啲船上面啊嗰啲名詞啊，乜嘢係 stern， 乜嘢叫 bow side， 我諗佢都識。但係如果一去到公文來往啊啲文言文呢，我諗佢就要學啦。咁佢喺耶魯大學畢咗業之後翻嚟，咁佢翻到中國，佢可以做啲乜嘢啊？咁呢，最好你話啦，佢呢個人識英文，去邊度揾工啊？香港啦，佢最近啦去香港啦，去過香港揾工啦，因為英國殖民地嘛，去香港揾工。不過呢，佢就係美國嘅學位，香港嗰度嗰啲政府全部都係英國人。佢當初嘅時候呢，想喺法庭嗰度揾份工，譬如做律師啊等等，咁就俾人排擠。咁後嚟就喺香港立唔住腳，揾唔到嘢做。佢曾經呢，又做過其他好多嘅工作。不過我哋講呢啲之前呢，我哋可以講一件事，佢喺書嗰度呢係特別嘅有交代，就係佢啱啱翻到嚟，去到香山，佢見咗佢媽媽之後，廣東發生咗一件好大嘅事。嗰件事呢，就係有一個叫做葉明琛嘅清朝嘅大官，平定咗廣東嘅叛亂。呢個葉明琛呢，就親自監斬咗75000個人。哇！呢個刑場呢，就係喺佢屋企嘅附近，佢話自己行過去嗰個刑場嗰度睇過，成地都係血，一邊呢就堆埋晒好多無頭嘅屍體，嗰啲屍體根本就冇辦法去處理，咁佢自己就係話呢，好臭啊，臭得好緊要啊，有幾個星期都係咁臭，咁到最後呢，佢哋揾到喺城外有個低洼嘅地方呢，擺晒喺嗰度。但係呢個地大到呢，佢冇辦法揾足夠嘅泥土嚟到冚實。咁不過佢自己喺個書裏面有講呢，就係話
都唔使啦。屍體上面嗰啲咁嘅絲蟲啊、啲 maggots 啊、嗰啲蛆蟲啊、嗰啲全部已經躝晒成身，已經冚實晒㗎啦。呢件事咧對佢嚟講咧好深刻嘅，喺本書嗰度，佢唔係寫咗好長嘅篇幅，但係咧佢就好深嘅印象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去到嗰度同鄉里傾，聽到咧佢原來話咧7萬幾個好多都係無辜嘅。點解無辜嘅人要斬頭咧？佢鄉里之間解釋咧就係話嗰啲做官嘅想敲詐啲人錢啊嘛，如果你有錢嘅話，咁咪放你咯。呢件事咧對容雲咧係影響好大。哇！佢自己嘅國家究竟發生咩事啊？咁樣喺個書度話，佢一定唔會做一啲貪污啲咁嘅事情嘅。佢知道官場嘅黑暗，佢盡量想唔會去鬥嗰啲嘢。所以佢唔係一開手就去做官，幾廿年之後，曾國藩先知道，有個咁嘅容雲呢個人喎。喺呢幾十年裏面呢，容雲呢試過幫人做翻譯啦，又試過呢去做茶葉嘅買賣啊、絲綢個買賣啊。去到大江南北嘅時候，嗰陣時又發生呢個太平天國嘅事件。咁然後佢做生意嘅關係咧，認識一啲嘅使節啊，一啲嘅使館嘅人，咁慢慢佢喺呢啲地方個名聲就響啦。曾國藩咧就知道有呢個咁嘅人，然後咧有一日咧就召見咗容雲，然後產生咗幼童計劃。咁呢個幼童計劃點樣去推行呢？個效果又如何呢？同埋當時滿清政府又點樣睇呢個計劃呢？咁呢個話題咧就留翻下一次先講啦，阿姜醫生。好啊。咁喺度同大家拜拜先。拜拜。天空下的彩虹。